生肖中咧最善良嘅生肖非羊莫屬啦。古人經常講嘅小綿羊講緊咧就係羊。屬羊嘅人咧，佢比較真誠嘅，都係比較心軟嘅一個生肖。屬羊嘅人咧，外表咧係非常柔弱，但係內心咧佢好堅強嘅。佢可以任勞任怨，兼和善為，善於喺艱苦嘅環境中生存佢天生向困難挑戰，有不屈不撓嘅精神。但係屬羊嘅狠心起身佢都非常狠心嘅，佢可以做到冷酷無情因為佢明白咗人心不能換嚟人心之後咧，所以唔好挑戰屬羊人嘅底線，福生無量天尊。